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我们来聊聊男生兵役问题吧。娃娃 TV。兵役也是很多家长跟男学生们所关心的问题之一，我就有收到好几个问题是问我是觉得应该先当兵再出国，还是先出国再当兵会比较好。我个人是没有这个经验啦，而且我们家全部都是女生，应该也不会有这个经验啦。不过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是役男的话呢，先当兵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当兵就出国的话，那势必你毕业之后呢，就一定要回去当兵，除非你是拿绿卡或者是入籍美国，并且打定主意在36岁除役之前都不回去了，不然你就是要当兵。就算你拿绿卡也是一样，我之前就有说过，拿绿卡不等于你是美国国籍。就算你之后入籍美国好了，你在除役之前拿美国护照回台湾也是一样会被抓去当兵的，除非你放弃中华民国国籍，不然双重国籍也是一样要当兵的。不过要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可没有那么简单哦。根据目前中华民国国籍法第12条规定，内政部不可以允许拥有下列情况者丧失中华民国国籍。其中一种情况是，男子年满15岁之1年1月1日起，未免除服兵役义务，尚未服役者，但侨居国外国民，在国外出生且于国内无户籍者，或在年满15岁当年12月31日以前迁出国外者，不在此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了，你在15岁之后没有当兵或除役，就不允许放弃中华民国国籍。你要放弃中华民国国籍，要先来当完兵再说。但如果你在满15岁前出国，并且长期定居国外，就可以申请侨民身份。那么只要你每次入境中华民国不超过4个月，就不会被征召。马前总统的女婿蔡沛然就是这样的。那有人就会说啊，我入籍美国之后拿美国护照回去不就好了？我只能说太天真了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美国护照上面呢有一个出生地的栏位，像我的美国护照上面的出生地呢就写着台湾，因为我是台湾出生的嘛。那你觉得，如果你是役男，你拿着这本出生地上面写着台湾的美国护照回去，台湾海关不会发现，不会查你吗？他看你的年纪是役男的年纪，出生地又是台湾，他一调资料就知道你是谁，当没当兵了。所以我在美国这边认识很多拿绿卡或者是没有拿侨民证的男生，他们是不敢回台湾的，因为怕一落地就被抓走了。好啦，有点讲太远了。讲回来，我为什么觉得先当兵会比较好呢？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当兵的话呢，你毕业之后呢就需要先回台湾当兵，也就是说呢，你会没有办法 OPT。OPT 呢是美国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的一个跳板，每个学位最多只可以申请一次，为期12个月，最晚必须要在毕业后的60天内申请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OPT 资讯的呢，可以看这个影片。好，那既然没有办法 OPT 的话呢，也就是说你少了一个可以留在美国工作的管道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未来很想要在美国工作的话呢，只能等当完兵之后，再攻读硕士后再来 OPT， 或者是找其他办法再到美国来了。所以我真的建议，如果可以先当兵的话，就先当完兵再出来吧。我在这边就有认识很多役男，他们毕业之后呢，就必须要回去当兵，不像女生不用当兵，毕业之后呢都先 OPT， 运气好抽到工作签证还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。所以先当兵绝对有利无弊啦，毕业之后呢就可以无缝接轨的工作了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了。虽然我不是役男啊，但我为了做这个影片，我还是上内政部查了很多资料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啦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